歡迎返到嚟粵山精靈說故事的人。今日要講下一個關於時裝設計師同女演員爭議嘅事件。法國服裝設計師 Jean-Pierre Dollez 唔知係咪咁讀，就逝世享年83歲。譯做上皮耶多里亞克嘅佢，代表作有 The Blue Lagoon 1980年嘅啦，有 Heart and Souls 天堂過客1993等等作品。就以 Somewhere in Time 呢個80年嘅作品提名過奧斯卡最佳服裝設計獎。佢晚年曾經講咗真心話，批評好多佢合作過嘅人，話佢哋其實唔係你想象中咁好差㗎。呢啲人最嚴重嘅重磅抨擊就係關於冇錯啦，就係我哋都好熟知嘅 Audrey Hepburn， 即係柯德莉夏萍。話當年佢為咗討好呢個Givenchy就傷害咗佢嘅恩師。呢個事件引發電影圈一度熱議。佢出生喺法國土倫，父親就係駐紮喺歐洲嘅美國軍人。佢喺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學院接受教育，後嚟又隨住屋企人就翻返去美國。佢曾經想做個演員喺 Hollywood 出道，亦都係LA 劇場界展開服裝設計工作。1973年，洛杉磯西海岸劇院就喺度揾緊一個叫做馬拉薩德嘅服裝設計師，即係為一套劇揾佢攞到呢個機會，點知竟然大獲好評，仲攞到洛杉磯戲劇評論家協會獎。咁從此佢就話：不如我做服裝設計師，唔好發明星夢。佢係傳奇設計師 Edith Head， 即係如果你熟悉荷里活歷史就會知道，好多劇唔係劇係戲都係佢做呢個設計師啦。咁佢個髮型就係呢個清湯掛麵頭。咁佢係佢最後一代門徒嚟嘅，即係 Edith Head 嘅入室弟子。咁呢個Jean-Pierre 好快喺劇場同影視領域就出名啦。第一部電影 Good Guys Wear Black 78年，仲有 Chuck Norris 就同佢合作咗。咁喺79年就憑住呢個星際大爭霸 Battlestar Galactica 咁榮獲第一座艾美獎。咁至於呢個 The Blue Lagoon 同埋呢個即係所謂叫做 Somewhere in Time 呢兩套作品就令到佢斷定咗影壇嘅地位。Somewhere in Time 更加令到佢攞到生涯最後一座，咁其實亦都係第一座奧斯卡提名啫。即使The Blue Lagoon 嘅服裝非常之簡約，但係俾人認為係服裝設計就係睇嚟即係毫不費功夫，但實際佢喺晚年都有解釋，佢必須要先設計維多利亞時代嘅正式服裝，跟住再設計唔同階段嘅幾套腐朽之後嘅衫，一路演變成只能夠遮住身體嘅布料。為此佢必須用好多非傳統嘅材料，包括海綿、珊瑚、貝殼、棉布，睇落簡單，其實設計得要令人睇唔見個設計，咁先做到覺得好裸露又唔能夠露點嘅服裝。咁其實係好講究㗎。咁佢曾經又話啲人成日以為設計衫就係唔通我揮一下我嘅魔術棒變一件粉紅色衫出嚟，然後件衫就可以出現嘅咧咩？梗係唔係咁簡單啦，係要對布料飾品邊飾長達數小時嘅考證研究，以及點樣令到呢套衫真正襯托到演員，令到佢哋睇出嚟超凡脫俗，先至係高手啊嘛。高級訂製成衣係為數百萬唔同身材嘅人度身訂造，根本冇人在乎佢哋係咪修飾到身形。但係影視服裝設計啱啱相反，我哋關注嘅係要點樣令到一個人可以重塑佢哋成為佢哋所飾演嘅角色。70至80年代就係Jean-Pierre嘅黃金時期。
佢曾經提到自己見證咗 Old Hollywood 嘅最後一口氣，因為嗰陣時各大片廠開始就出售珍貴嘅歷史戲服，荷里活從藝術工作坊變成咗企業。好彩描寫1910年代美國嘅 Somewhere in Time 能夠令到佢大展所長，不過之後佢喺電影界就冇乜表現空間，慢慢就做電視為主，直到2004年啦，即係喺佢大概60出頭啊，其實佢就已經退咗休噶啦。去到2015年，佢就出版回憶錄，喺書中大爆料，成為電影史學者嘅討論焦點。其中一個最重要嘅章節，佢就講到自己同佢嘅恩師 Edith Head 喺1974年嘅對話。Edith Head 就喺對話中表達咗對電影 Sabrina 即係1954年嘅貢獻遭到抹黑不滿。而家好多討論Sabrina 嘅文章都會提及呢個係柯德莉夏萍同時尚設計師 Givenchy 嘅一個結緣開始。傳說柯德莉夏萍喺片中嘅服裝大部分係直接同 Givenchy 借嘅，因此好多人都認為即係呢個Givenchy 會唔會好慘啊？認為 Edith Head 同埋即係獨佔咗當年荷里活奧斯卡最佳服裝設計獎嘅光環。好多人就話其實呢套Sabrina 冇喺片中掛名呢個 Givenchy 係對佢不敬。咁 Edith Head 當時就同尚皮耶話自己早已經聽聞業界盛傳柯德莉夏萍係一個好自私嘅人，不過佢過去仍然同佢保持一定互信基礎。佢話喺 Sabrina 呢個前期製作期間，柯德莉夏萍因為仲未有羅馬假期嘅成名作出現，只係以佢自己個人身份去巴黎就睇 Givenchy 嘅時裝 show。Givenchy 當時甚至以為佢係 Katharine Hepburn， 即係第二個女演員。咁柯德莉夏萍欣賞時裝 show 嘅過程中，隨手就畫咗一啲草圖，後嚟親自去揾導演 Billy Wilder， 話呢啲係巴黎風尚嘅時裝，好適合如果我喺戲裡面嘅角色着就好啦。咁 Billy Wilder 就想令到佢開心啦，加上佢自認係一個服裝顧問嘅嗰個老婆叫 Audrey Young， 本來都係對呢個柯德莉夏萍有敵意，咁喺一旁就鼓吹，最後佢先至同意柯德莉夏萍嘅建議。雖然明明自己先至係服裝設計師，但係呢個即係 Edith Head 啦。最後決定採用Audrey Hepburn 建議嘅造型，做咗一啲調整，融入個人風格。咁Edith Head就向尚皮耶講啦，片中嘅服裝係我自己親手設計，版型係喺呢個派拉蒙片廠製作，甚至係自己同布料商自己採購㗎。佢強調冇任何人喺 Givenchy 嗰度攞過乜嘢，而當時參與製作嘅劇組人員都能夠為佢作證。所以問到究竟柯德莉夏萍點解會對外宣稱 Sabrina 嘅衫係呢個 Givenchy 原創嘅呢？ Edith Head 好無奈咁話：我諗係為咗博取佢嘅好感，因為之後可以免費攞衫啦。不過 Edith Head 就話自己都唔係好 care 呢啲嘢高級訂製服抄襲我嘅作品已經好多年噶啦，都唔好話無數其他服裝設計師啦，佢仲聲稱嗰啲係佢哋嘅原創嘅 idea。好遺憾，呢一行就係咁噶啦。儘管Edith Head 係8次榮獲奧斯卡獎嘅殿堂級服裝設計師，但係尚皮耶就話隨住呢個即係柯德莉夏萍嘅説法越傳越犀利，好多業內人士都開始對佢指指點點，將佢視為一個搶人功勞嘅惡人，甚至唔再對佢抱有敬意。Edith Head 晚年健康狀況惡化，81年就死咗。在此之後對於佢嘅批評就不減反增，因為最後連 Givenchy 都出嚟領功。咁尚皮耶就覺得自己講出嚟嘅係事實，係要為佢嘅恩師還翻個公道，捍衛佢喺荷里活電影史上應該要有嘅地位。尚皮耶仲話 Edith Head 係自己見過最善良嘅人。佢話佢從來唔搞權力鬥爭，
因為啊，我會講法文，佢啊成日走嚟揾我講啲極其露骨嘅笑話，然後我哋兩個咧就偷偷笑到吱吱聲。接住咧，佢又會擺出嗰副嚴厲女教師個樣，走出去好似平常一樣咁樣對住公眾。但係呢一層偽裝嘅背後，其實佢係一個非常親切、溫暖、體貼、富有愛心嘅人。當後來啊，尚皮耶喺業界慢慢有咗口碑之後，佢就話自己都能夠體會恩師嘅遭遇。佢好無奈咁話：當我拍呢個星際大爭霸，創造出賽龍星人，所有呢個project 裏面啊，就算即係做咗啲咁多嘢嘅人呢，甚至淨係將個鞋扣噴漆嘅工人都會跳出嚟話自己設計咗啲衫，呢件係真事。當然，上述嘅說法同 Givenchy 同埋 Audrey Hepburn 嘅講法就係完全相反。佢哋兩個就話佢哋確實係喺1953年相遇，而柯德莉夏萍確實亦都係 Givenchy 同意之下攞咗佢設計嘅服裝樣本返去美國，而且呢就攞咗喺得咗奧斯卡之後呢，聲勢如日中天嘅柯德莉夏萍特別要求未來所有當代角色都要交俾佢獨家設計，而且令到佢得到單獨嘅服裝署名。咁顯然就係同Edith Head所講嘅說法呢係相反嘅。咁但係可以確定嘅係就係 Edith Head 當時的確係 Givenchy 嘅原創基礎之下做出咗一啲調整，而佢單獨得獎都係毫無爭議。因為奧斯卡所表揚嘅係專門為電影訂造嘅戲服設計師，就唔係發俾一啲已經係賣緊現成高訂服裝嘅設計師。不過亦都因為柯德莉夏萍喺合約上嘅堅持，咁 Edith Head 喺4年之後竟然同 Givenchy 喺 Funny Face 嗰度一齊提名呢個奧斯卡服裝設計獎。雖然入圍係榮譽，但亦都令到過去習慣獨自攞到署名權嘅 Edith Head 覺得威嚴掃地，令到佢好唔開心同好不滿。去到2026年受訪嘅時候，尚皮耶更加一一點名同自己合作過，亦都剛好依家又唔喺人世嘅呢啲令人覺得係噩夢級嘅明星。包括有邊個呢？就係呢個Cheers 嘅女主角 Kirstie Alley 啦。佢話佢張揚而且粗俗個人，冇責任感，又唔守時，仲曾經喺開拍前執意要去攞朱古力 donut， 結果朱古力跌咗落嚟，整到嗰套戲服污糟。咁又爆料喺電視電影《A Burning Passion》裏面同過一位女星合作，呢個就係 Shannon Doherty。咁又話佢疑似同製片人Renee Valenti 唔合，即係唔合啦，兩個人不合。咁所以刻意每日都換唔同嘅隱形眼鏡變色片以示抗議。毀晒佢嘅服裝設計。有一次呢個尚皮耶就問佢啦：你做咩要咁做？咁佢竟然仲唔理自己細個尚皮耶成30幾歲，公然鬧佢咁樣。佢話：哎呀，唔該你即係 shut the fuck up 咁啦，我想點就點。令到受過良好教育嘅尚皮耶覺得哇，喺驚惶失措。哇，佢鬧起人上嚟好似一個即係好市井嘅工人咁。我真係從未見過比佢更污糟把口嘅人。尚皮耶仲加碼爆料，佢話呢，當時佢回應佢嘅時候就話：我憎死呢部電影我根本唔想要做嗰個角色即係叫 Margaret Mitchell 嘅角色。邊個想演呢啲咁嘅跛腳老太婆咁樣？仲有啦，尚皮耶亦都有爆料話呢個A View to Kill 呢出比較出名啲可能大家會知1985年嘅製作仲話當中嗰個角色Patrick Macnee 係超級衰人。佢話當時自己就係為呢個即係星際大爭霸啦，所謂負責戲服同客串演出嘅佢有獨處一室嘅機會。話佢核突到就除晒衫攞出JJ 觸摸佢嘅身體，好彩有名裁縫師走嚟幫手改衫，就令到佢逃脫咗呢個危機。事後尚皮耶就話佢手忙腳亂拉翻好條褲，着西裝，激到死。佢仲感慨呢個尚皮耶話
佢話呢個行業就好似1966年嘅 Kings of Hearts 一樣，精神病嘅大門打開咗，哇！啲病人啊全部放晒出嚟，製作團隊裏面冇人係內行，所有幕後人員都係喺度呢裝模作樣、插科打諢，好似啲演員一樣。佢哋啊對於乜嘢係好嘅 taste 啊、才華啊、乜嘢係好嘅派頭都唔知嘅，完全冇創造力。不過有趣嘅係，Jean-Pierre都明言自己就係一個服裝設計師，唔係時尚造型師。佢話自己從嚟唔睇呢個時尚雜誌，我根本唔知道當今嘅大牌時裝造型師係乜水，我從來唔知㗎，亦都唔 care，因為我嘅興趣係源於我嘅工作，咁同時尚設計係唔關事嘅。但係呢 Jean-Pierre 都俾部分影星高度評價嘅，例如佢曾經回憶錄中感念 Ann Miller 嘅慷慨啦，佢捐贈過自己25,000件珍貴古董衫收藏俾佢，令到佢事業真係好好啊，有幫助啊。另外佢亦都有讚Henry Fonda 專業，又話Cary Grant 幽默風趣。Anyway， 今時今日研究荷里活服裝史嘅學者其實一般都會認為事件冇理由好似佢講得咁黑白分明嘅。較普遍嘅講法都係話，當年 Edith Head 仍然係 Sabrina 官方時裝設計師。Givenchy 雖然確實係設計咗部分最具代表性嘅巴黎風格服裝，電影最終嘅成果應該包含兩者嘅貢獻。後嚟佢哋即係柯德莉夏萍同 Givenchy 的確建立咗幾十年咁長嘅合作關係，所以大家將佢嘅形象同 Givenchy 聯繫起嚟。所以Jean-Pierre 嘅講法只係代表咗 Edith Head 嗰一派嘅觀點，都唔代表其他電影史研究者接受咗佢對柯德莉夏萍品格嘅一種刻薄嘅評價。係啦，咁都係嗰句啦。雖然Jean-Pierre 晚年對柯德莉夏萍評價咁差，但大部分柯德莉夏萍嘅傳記學術研究同歷史著作荷里活歷史著作中，佢普遍都俾人哋描述為專業、有教養而且具慈善精神嘅明星。所以Jean-Pierre 嘅觀點可以屬於係另類，而且具爭議性。好啦，下次再同大家分享其他有趣故事。拜拜。歡迎大家嚟到月山精靈說故事的人，呢一個 channel 係為大家講唔同類型嘅故事，有奇幻，有迷離，有詭異，有啟發人心，期望為大家帶嚟更加多有趣嘅內容。歡迎你透過 PayMe、Super Thanks 或者轉數快去支持我，你哋嘅支持能夠令我更加有動力去製造更加多嘅內容俾你。我哋下一條片再見。